算万算嘛算袂到，家己敢会当着头奖。安尼买转去的彩券，袂使凊彩蛋爱对互真足。台彩去年10月15伫台南安南区财神发公益彩券商行，阁有前来往彩券行，拢开出一个大乐透的头奖，拢是8200万，总共有1亿6400万的奖金，毋过到即马还无人来领。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如果是我的话，不会忘记。我会去领。高额的奖金所等袂着主人来领，过今仔日都无法度领。台彩讲，这2张得奖的彩券拢是家己经号买，佮加上落几啊期，分别是买1000块和2000块。我们也是经由台彩告知我们说，我们店有开出这个头奖，大家都要想来沾沾这个得大奖的喜气吧。希望他赶快去领奖，今天又是最后一天，可以过个好年。看到这，赶紧甲你身躯边，佮有厝内彩券拢对互真足，千万唔通和财神爷小心心。